李連杰泳池裸身自稱沒換心，網友質疑皮膚與手術疤痕疑雲。開場引人入勝的導入。功夫影帝李連杰，62歲的年紀依舊保持強健身姿，最近卻因一支泳池裸身影片，再度成為網路熱議焦點。影片中，他上半身全裸，胸口光滑無疤，打拳踢水動作利落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10歲，宛如回春。這支影片意外引爆網友對他健康狀況的高度關注，更因傳聞他曾做心臟移植手術而掀起討論熱潮。尤其謠言指稱移植心臟來自去年猝逝的少林寺年輕僧人秋風，讓整個事件帶上神秘與驚悚色彩。李連杰本人也在影片留言中呼籲，人言可畏，活在這個時代要有自己的分析，老跟着別人的輿論跑有點麻煩。他強調，希望大家不要盲目跟風謠言，也不應拿他人的不幸來炒作。內容戲劇性發展與情感推進。事情的起因可追溯至今年8月，李連杰曾在社群平台上曬出躺在病床上的照片，臉色憔悴，並自嘲硬體出了點問題，返廠維修一下。隔天，他就報平安出廠並吃上刀削麵，幽默感十足地回應健康狀況。事後，他透露自己頸部切除了一個小型良性腫瘤，手術成功，康復迅速，甚至開始與吳京拍攝麻將拳動作片段，精神狀態讓粉絲驚嘆。然而，隨着泳池裸身影片公開，網路謠言不斷升級。部分網友質疑李連杰皮膚過於光滑，甚至懷疑他穿戴人工皮或肉胎衣來掩飾術後疤痕。影片解釋度也特別低，手腕處的皺褶疑似衣服袖口，連腋下完全無毛也引起熱議。有人指出，習武之人身上應該滿是舊傷痕跡，尤其是切除腫瘤手術疤痕怎麼消失了？這些細節讓原本澄清謠言的影片，反而引出更多討論和疑問。更有陰謀論者提出，去年8月的少林寺年輕僧人秋風猝逝，其屍體疑似有縫合痕跡，傳聞稱器官可能被取出，甚至給了某位功夫巨星。雖然這些說法缺乏證據，但在網路上迅速擴散，使事件增添神秘與恐怖色彩。情感深化轉折與溫度。面對鋪天蓋地的謠言，李連杰依舊保持理性與幽默。他在影片留言中表示，希望大家能理性分析，不被輿論左右，並呼籲，雖然不認識那位朋友，也希望不要用人家不幸的事情去炒作。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，有自己獨立的思考最重要。這番話不僅回應換心傳聞，也傳達了對網路散播不實消息者的警惕。李連杰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健康，並藉由社群平台提醒粉絲獨立思考，展現成熟的公眾人物態度。李連杰泳池裸身影片揭露了謠言的荒謬性，也同時暴露了網友對偶像健康的高度關注。影片中雖有細節引起猜測，但他以真實行動自稱，並呼籲大家理性面對資訊。這場風波提醒人們，在面對各種流言與陰謀論時，保持判斷力和獨立思考比盲目相信更為重要。李連杰的回應嘅幽默又理性，
也再次展示了他不僅是功夫巨星，更是一位懂得掌握輿論智慧的公眾人物。